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呢，我们只有一场的礼拜，我们要在这里全心全意的来敬拜我们的神。那之后呢，会有我们的和会，那我们要来透过圣灵的带领，来选出合适的人选在我们当中。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礼拜当中有这样的2个部分。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神他要使我们在他的里边得享他的荣美，阿们。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享受神他的荣美呢？我们就用敬拜，我们要用敬拜，所有的欢呼都要来归向他，好吗？首先我们用一个掌声来欢呼我们的圣灵的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说：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邀请你；圣灵，我们邀请你；圣灵，我们渴慕你；圣灵，我们渴慕你。哈利路亚！我们有1分钟的时间，我们个人的祷告，祈求圣灵更多充满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了，哈利路亚，是的，哈利路亚，是的了。享受在神的水流当中，圣灵的水流里面。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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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使徒信经再一次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现在请你来跟隔壁的人，你来跟他举个手背一下，哈利路亚。你跟他说：我们的赞美是蒙神喜悦的，我们的赞美是蒙神喜悦的。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用开口，一起用赞美来宣告，我们都是神国的新兴英雄。星星英雄。
咱的生活当中，咱可能会拄到困难，有时咱可能会受伤，总是咱拢袂惊吓，因为耶和华是咱打时的帮站，伊会帮站咱啥物拢唔惊。好不好？一开始咱用台语来敬拜。帮助，好不好？我们一起用华语来敬拜。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举起，你是然后我们一起跳起来，哈利路亚！他是我智慧的灯台，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开启我的生。地球虽然有苦辛，造成我们的烦恼，你是我。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主啊，我们愿意献上我们自己为主来所用。主，你就让圣灵的大能够祝福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让我们能够传扬主你的爱，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好不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让乐团先来带领我们的敬拜。我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
这样宝贵的拣选，神从来没有后悔。我在这，请差遣我。有耶稣在我里面，我就不害怕。有神灵在我里面，就能行大事。一生不偏离神的话，让强转淡，将主的名传遍世界。好吧，我们一起来敬拜。我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我是天父伟大奇妙的创造。这样宝贵的拣选，神从来没有后悔。我在这，请差遣我。有耶稣在我里面，我就不害怕。有神灵在我里面，就能行大事。一生不偏离神的话，刚强转淡，将主的名传遍世界。你其实是圣洁的国度，我是天父伟大奇妙的创造。这样宝贵的拣选，神从来没有后悔。我在这，请差遣我。有耶稣在我里面，我就不害怕。有神灵在我里面，就能行大事。一生不偏离神的话，刚强转淡，将主的名传遍世界。有耶稣在我里面，我就不害怕。有神灵在我里面，就能行大事。一生不偏离神的话，刚强转淡，将主的名传遍世界。哈利路亚！神呼召我们，我们成就了神那传福音荣耀的呼召。不管你是在哪一个位置，你就是有价值的，因为神拣选了你，让你成为一个被神所使用那贵重的器皿。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眼中那个极品，阿们吗？极品在神的眼里被神使用，因此神透过我们在教会里边，因着与神的连结，我们所有的肢体，我们的祷告就带来了影响力。这个时刻，牧师要邀请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首先我们要来为我们国家来祷告。我们知道在现在的局势里边，所以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踏在这个土地上面，我们拥有我们自己的家园。神从过去以来都一直保守我们，我们向神献上感恩。如今我们遇到在我们国家的安全上面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要举起我们的手。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我们有一个平安的土地，所以我们真是要在主的里边求主来饶恕我们台湾得罪神的心，求主来饶恕我们背逆神，求主来饶恕我们有许多的政策是离弃神的心意。因此这个时候我们要举起我们的手，为我们台湾来做认罪的祷告，为我们国家的台湾的平安，我们举手来祷告。举起我们的右手，举起我们的右手，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主耶稣，你在这里来掌权。主啊，台湾是属于你的，主啊，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的，因为主，这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主啊，我们要在你的里边来寻求你的掌权。主，首先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在主的面前来认罪。主啊，你饶恕我们
因为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不认识主。主耶稣，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些的外邦的弟兄姐妹，主啊，他们渴慕神你的爱临到他们当中。主耶稣，你亲自来引领，说你让所有信主的基督徒，主啊，让我们都成为你的门徒。主啊，使我们看见那未得之民。主，我们透过你的灵的同在，主啊，你交付给我们的大使命。主，我们要得着，为你来传福音得着。哈利路亚！继续的来祷告。主，我们要恳求你，主啊，大大的施恩在我们永光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使我们不单顾个人的事，主啊，我们也顾他人的事。因为主，这是你的心意，就是要将你的福音遍传到地极。主啊，这个是我们活着的命定。主耶稣，你来保守我们台湾。主啊，让我们台湾在你现在所面对中共的一个扰台，然而主，我们却要在你里面有稳妥的心，因为你才是我们最大的依靠。主啊，你要伸手为我们挪去所有对我们这些不法的攻击。主啊，我们属于你。主，我们要全然转向你。因此主，我们呼求你的名，你就搭救我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在礼拜的第二步，我们会进行选举。今天呢，我们要选举2位长老，3位的执事。长老跟执事关乎我们教会在将来意向的发展，所以呢，长老他有没有跟牧者有合一的意向？执事呢，有没有跟牧者跟永光教会有合一的意向？如果跟牧者没有合一的意向，就是跟弟兄姐妹没有合一的意向。所以我们要寻求神，他把他的意向放给了我们的牧者，我们牧者的意向是循着神的意向。所以在这几年当中，我们都清楚了看见。因此我们等一下在选举当中，牧师呢真是期盼我们每一个人透过祷告，不是别人的拉票，别人的拉票你绝对不要去听他的，就是神圣灵的感动在的里边。在这些人选当中，每一个人都非常的优秀，然而呢人数有限，到底是哪一些人，我们就把我们这神圣的一票交给主来为你掌权，好吗？主的掌权就是为我们永光教会未来来掌权，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从圣灵里边来寻求的。好，这个时候我们也要举手来为我们等一下的选举选出合神心意神的仆人在我们当中。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来为我们的选举来祷告。1、2、3，哈利路亚！主耶稣，这个教会永光教会是你的名所设立的。主啊，在这里你拣选你的仆人，主啊，一起与牧者在这里同工。主啊，这个我们的永光教会为的是荣耀主你的名，因此主，我们在选举里边，主啊，即便是透过人的手，然而主啊，我们寻求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呼召在我们里边。主啊，谢谢你，因为你看这件事是美好，因此主，我们就求你亲自来掌管运行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哈利路亚！有耶稣在我里面，来，有耶稣在我里面，我就不害怕；有生命在我里面，就能行大事。一生不变，一生的话，刚强转来，将主的名传遍
说神必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说来。神必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赞美的掌声归给神，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主你的名是配得称颂的，感谢主。弟兄姐妹，请坐。OK， 有听到吗？有呀，感谢主，不然的话就很大声哦。好，我们感谢主，可以在这里用这么美的诗歌，一起在主的面前献上我们最至高的赞美。阿门。这是神喜悦的时刻，也是我们来到他面前享受他荣耀同在最美最美的一个安排。所以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9点半开始聚会。那我发现大概有80%的弟兄姐妹都记得这个时间也准时来到。那我们期盼我们每一场的聚会弟兄姐妹都可以提早一点来，好不好？不是准时哦，要提早一点。你跟隔壁说要提早一点点时间来。好，不是提前来哦，是提早一点点时间来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这里用最美的献上给神，这是神所喜悦的，好吧？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宣告神的话语。因为今天是2场合一，所以头前台语，后边中语，安尼会使无 ？OK， 中语，来试看看咯，来，永光教会是归属上帝，活出基督，活靠圣神。充满荣耀甲能力的教会，阮的确要成全圣道，活出命定，力行普世的宣告，和主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我们用华语的来，永光教会是全属上帝，活出基督，披戴圣灵，充满荣耀与大能的教会。我们定义成全圣徒，活出命定，例行普世宣教的意向，使神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请坐。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攻读一段神的话语，记载在《使徒行传》2章1到5节跟11节的第2句 B 哈。来，我们一起来。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阿门。后面这一句是第11节的 B 段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从这经文当中，牧师我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我们第5个礼拜谈到祷告的课题。我相信这个课题是要激发我自己，也要激励我们弟兄姐妹在祷告的工作上能够真的得心应手，而且透过祷告，我们相信可以跟神一起做工，享受神的荣耀，并且能够在神的荣耀当中看见他美好的旨意。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所成就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阿们。这一切的果效都从祷告里面发出，所以我们感谢神透过五个礼拜的一起的思考，我求神帮助我们。请大家记得
我们的神，上个礼拜牧师特别谈到的，我们的神都一直在等候你的祷告。阿们。你跟隔壁说，神现在还等候你的祷告呢。对，他不只等候你的祷告哦，他也要回应你的祷告。他很喜乐，他的孩子能够到他的跟前来，能够用一颗谦卑的心、虔诚的心来到他面前，将他们内心所期待的倾心吐意在神面前，这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神一切的作为，都是为了要满足他儿女的需要，都是要满足他儿女他对他儿女一个最大的祝福跟安排。阿们。这是我们可以确信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特别在这段期间刚才我们潘牧师也带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世界、为美国、为中国、为台湾来守望祷告。在这段期间到11月中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很重要的时刻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受不是透过媒体告诉我们就没事了，就紧张了，就担心了，不，我们把这一切都交在神手中。我们相信神的作为会大过所有人的总和。阿们。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成为一个守望的祷告者。我们站在城的高塔上，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来到神的祷告殿的时候，那神就提升我们在城市的高塔上，在那里我们为城市守望，我们可以用属灵的眼光看到城市的光景、国家的光景、世界的光景。而在这个时候，当我们举起祷告的手的时候，我们相信神悦纳我们的祷告，也必然祝福我们一切的祷告。阿们。所以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一起来思考祷告成就最美的侍奉。我们常说越侍奉越甘甜，对不对？你阿们吗？阿们吗？好像太小声的时候要站下来。你阿们吗？阿们。哎呀，其实我们有时候现在是很阿们的但是疲惫的时候就有一点点阿们会打折扣一点点再多一场的聚会就好累哦，牧师又来了，当然牧师又来了不然呢？因为圣灵催逼我们带教会到哪一个光景里面，我们就顺着圣灵而行。每一项的工作都一定有神的时辰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成为一个神的仆人，我们只是遵从，看神美好的旨意。我们有时候领受到神给我们的意象的时候，不是马上可以进行，但是神要我们等候。但是等候不是坐在那里不做事，而是要做预备的工作。透过祷告，透过更多的分享，更多的宣告，让神的心意透过我们大家一起来成就。所以这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越侍奉越甘甜，这是我们在信当中可以领受的。但如果你感受到越侍奉越辛苦，越没有力量，越侍奉好像不甘甜，好像有苦涩的感觉的话，那求神怜悯，应该怎么样重新回来呢？牧师给我们教会的同工服侍，从来到我们永光教会就把这样的信念告诉我们：我们要服侍就要接受装备，对不对？因为我们敬拜这一位神，他是至高的真神，是配得一切荣耀颂赞的。所以我们要服侍，我们要最优质的来做预备，把最好的献给神，这是理所当然的。好，那不只是这样子我们要享受在服侍当中。因为我们如果依靠他圣灵的能力来服侍，那我们应该是非常喜乐的服侍里面。我们知道那个服侍的果效必随着我们的一生。我们也明白当我们服侍的时候，一定成全神的旨意，成为别人的祝福的管道。那我们很乐意来服侍，但有时候服侍真的很累了，很疲惫了。牧师说没关系，服侍累了就可以休息，对不对？因为休息是为了什么呀？对，走更长远的路。所以透过休息，你可以重新调整，
怎么重新调整呢？牧师告诉各位，很简单，你要把你祷告的生活重新思考一下。如果你把祷告的生活重新建造更美好的话，那你就可以得着力量，你就有信心，你可以面对生活上、服事上所有的挑战、困境，你都可以借着祷告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因为我们既是神所用的仆人，我们就相信，我们靠的不是我自己的力量，而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那是谁？是我们的神，是圣灵啊，他必加给我们力量啊。所以我们相信，所有可以成就的，不是靠我，只是我把自己卑微的器皿奉献在神的面前。主啊，我就是这样而已哦，就这样而已哦，就5饼2鱼而已哦。求主你圣化哦，求主你洁净，求主你把它放大，阿们。哇，那5饼2鱼的果效就可以怎么样？喂养上万人，阿们。这就是我们服事的时候该有的一个谦卑的态度。我相信，如此的话，你重新调整你的祷告、你的敬拜的生活，会帮助你重新来服事的时候，你就非常享受在服事的过程以及所带出服事的果效来。阿们。这是我们教会对服事的概念，从20年来始终如一，没有改变，都是这样。那我们也看见，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认知，有这样的摆上，神就大大的赐福我们。天使是为了服侍神而受造，天使不是几百个天使而已哦，哇，天使是上千上万的数不尽的天使，照所统计的，大概受造的天使有2/3，他们唯有做一件事情，就是眼光注视着神的同在，眼光看着神，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他。他们全时间的都是在服侍神，全时间都看神的作为，就叹为观止，把一切至高的赞美都归给他。这是天使他们的做工。天使不是来他们有什么任务，还有其他的任务在忙不？他们唯一做的就是把他们一切的荣耀，把神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叫万民万族都知道他是配得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受造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的目的哦。我们的受造是为了能够荣耀神，我们的受造是为了能够敬拜他，我们受造是为了能够服侍他。我们终极的目标永不改变，就是我任何的生活的一点一滴，即便是在暗处里面，即便这好像只是我关乎个人的事，一小点事，但是你都要清楚知道，那都可以成为荣耀神的，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动作，叫人得福，叫人感到你就是有基督的形象，那都是把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神的。阿们。所以你的正职就是服侍神，你正职就是服侍他，赞美他，荣耀他。也透过你的工作，透过你的家庭生活，透过你的健康，透过你的喜乐，透过你所有一切所可以表达的一点点一滴滴的总合起来，一样的，就是为了服侍他，为了敬拜他，为了荣耀他。我们跟受造跟天使是同样的一个目的的，这是神所喜悦的。阿们。如果你我很清楚这样的话，那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困境的时候，你会不会害怕？你就不用害怕，因为我有困境，我有难处，是神容许的。因为透过我的困境难处，我也一样可以荣耀神，我也一样可以见证神在我生命当中给我的一个位分，就是我就是神的儿女。这一个位分，这个职分，这个关系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很清楚告诉我们，谁能阻挡我们？谁能贬低我们？谁能叫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没有，任何属物质的，任何属灵界的，都不能断绝我们跟基督的关系，跟神的关系，这是永远不会断绝的。如果如此的话，那我们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任何的处境里面，我们的心还是开怀的。我们的同工当中，
牧师就有深深的感受，虽然在极艰难的当中，但是他还是可以赞美神，他还是可以荣耀神，他还是可以看到我的软弱是神容许的，神必然可以为我开路。阿们。而在等候当中，就是一个有智慧的选择，就是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阿们。所以我活着就是要侍奉神。我们一起来说，来，我活着就是要侍奉神。对，所以牧师提出几点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当这些门徒按着主所吩咐的，当他们同心合意在祷告的当中，他们就很特别的来领受了神所为他们预备的。我们的主嘱咐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神所应许的。应许的是什么？是圣灵的来到，是圣灵的喜。所以他们就照着基督所吩咐的守候在耶路撒冷当中。哇！所以五旬节到了，他们聚集的地方，忽然天上就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他们聚集的地方，已经不是过去他们120个人聚集在马可楼那一边的聚会。我们看见他们现在的聚集所产生的果效，就知道那是一个公开的地方。而那公开的地方在哪里呢？按照研究的结果，就是门徒他们都习惯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都有开放的时间，而这些门徒很习惯的，每一天早上、晚上、下午，他们都会进到圣殿里面，所以他们到圣殿进进出出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是礼拜天来而已，对不对？好，你们有参加小组、参加培育学校，哇，参加很多的联结。那我们教会开放的时间，就看见有弟兄姐妹时时常常的在这里进进出出。当时候的门徒就是这样，所以他们聚集呢，对，有这一些大概120个人以上的人聚集在圣殿的某一个角落当中，因为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整个城市就怎么样摇动，对不对？所以可见他们是在一个公开的地方来聚集，来领受哦。而聚集2个字呢，原来在原文当中不只是写聚集2个字，它有涵盖着同心合意的聚集啊，同心合意的聚集哦。好，我们看我们的对面是什么？M 的麦当劳，对不对？麦当劳那里有没有聚集人？有，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吃嘛喝吃嘛他们他们的目的一样，但是他们有同心合意吗？没有，对。但是聚集更棒的是同心合意的聚集，所以表达门徒听了耶稣所嘱咐的，他们就按着耶稣的命令，再这样的来执行啊。而在这其中，我们看见圣灵突然的就造访了，而那一瞬间，我们就看见圣灵来，就怎么样有大响声，而且像有大风吹过一样的，整个他们聚会的地方，那个整个属灵的氛围就改变了。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来到我们教会，不管是来参观或者来参加我们教会聚会的这些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来到这里，他们就能够感受到，哇，你们的永光教会的整个属灵的氛围好强哦，好棒哦，在这里的敬拜呀，在这里的祷告一定是强而有力的。阿们。这不是我说的，是许许多多的牧长，他们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体认，因为他们也是属灵的人，他们知道属灵的事情。阿们。所以我们感谢神，当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时候，整个教会的空气就改变了，属灵的氛围就在转变，是属神的，是神的荣耀彰显的。所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很棒的一个聚会，不是因为空间的问题，不是因为空间给我们的，而是因为我们人在这里，
我们成为敬拜的人，所以我们带着圣灵的造访在这其中，我们综合的加起来，那火炭集合起来，就可以成为熊熊的烈火。阿们，是可以焚烧的，是可以焚烧的。所以我们诚心的祷告，我们看见这些门徒带着这些跟随他们的人，他们同心合意在那里敬拜祷告的时候，整个属灵的氛围就改变了。阿们。你跟隔壁说，我们诚心的祷告，属灵氛围就改变。来，对，所以刚才潘牧师带我们祷告，为了今天我们的长职选举来祷告，对不对？那我们就相信，在今天的选举当中，是神掌权了，因为属灵的氛围改变了，完全是属神的，神的荣耀在这里，神的光照在这里，圣灵的感动都在其间，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按着神的心意，神要拣选他所喜悦的，他所要使用的工人。阿们。第二个，我们看当圣灵造访的时候，所带出的能力是怎么样？他说是巨大的响声，是强烈的阵风哦。而他说他是从天降下来，可见所有的能力、权柄都是属神的，对不对？对，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而从天而降，更告诉我们，那是源于神，是神的作为在这其中。所以圣经记载的，不管是旧约、新约，有关于风跟气息，这都是圣灵的象征哦。我们看耶稣复活的时候，就跟这些门徒吹了一口气，叫他们领受圣灵，对不对？哇，吹了一口气哦，然后到五旬节来的时候，圣灵像风吹来，充满他们所在之处。所以这都在表达，风、气跟风都是圣灵的象征了。但是气跟风，所在于人身上的有不同的一个展现，也有不同的一个目的在这其中。怎么说呢？圣灵如风吹进我们里面的时候，可以让我们能够认知到这一位神的跟我们的同在，而我们就可以因着圣灵的内住，圣灵的气进来，圣灵的内住，叫我们能够活出基督复活的能力来。阿们。叫我们能够活出圣灵与我们同在，给我们的力量，给我们的分辨的能力，给我们喜乐，像涌泉般的流露出来。而圣灵如风，它是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有时候我们会说，圣灵像是披在我们的身上，对不对？像披肩一样，圣灵覆盖。而这覆盖帮助我们是什么样？本来我是软弱的，但是因着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披戴，让我成为一个刚强的。而这刚强的，就成为一个有能力、信心的勇士，可以为主来发光，可以来见证，说出神的道，传福音，叫人因着我们一个软弱的，成为刚强的，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来归向我们的主。所以圣灵的气跟圣灵的风都一样，会造访我们，而所产生的果效是不一样的。气是帮助我们内里的人，我们的灵人能够刚强起来；那风帮助我们成为有美好的见证、美好的作为，能够传扬基督的福音。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知道，这是主耶稣所应许给我们的。他说，我去了就对你们有益处，我不去就对你们没有什么益处，因为我去了就怎么样？就差圣灵保惠师来造访我们。所以求神给我们明白，圣经也告诉我们，这是天父给他儿女最大的一个礼物哦。因为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路加福音11章15节。对，我们都知道要把好东西给儿女，神更乐意把最好的东西，就是圣灵。其实圣灵就是他自己，不是吗？赐给我们。阿们。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来领受。
圣灵的能力跟作为，是让我们超乎想象的。阿们。因为神亲自造访我们，神乐意跟我们同住，内住在我们里面。神也乐意透过他的能力，叫我们能够成为他福音的出口。这都是神在我们当中所启示给予我们的，并且我们看圣灵可以随己意来分赐恩赐给我们个人哦。好，我们看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很特别，舌头象征的是什么？说话的恩赐。火焰呢是象征神的同在。从旧约里面，我们看摩西，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就有雷响声啊、雷动啊、火啊，这些都是在象征神的同在。那舌头告诉我们，当圣灵赐下来的时候，会帮助我们有说话的恩赐哦。这说话的恩赐的目的是做什么？是为了传福音，是为了传扬福音。所以这意象让门徒有火热，让他们有胆量来传扬真理，并且那火焰可以烧尽，叫这一些听见的人被光照、被炼净，让他们能够归回到主的门下。这就是当时候圣灵降临这一些的作为，让我们明白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清楚看到，我有很多在教会弟兄姐妹上的见证。我可以说，这些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就可以得着一个属灵的口才，来为主做见证，对不对？过去是很羞涩的，过去是很腼腆的，但是他们经过1年2年以后，他们怎么样？口才非常的流利哦。过去是语无伦次的，但是现在呢是怎么样？哇，怎么就是怎么样？非常道的有理的来谈论信仰哦。过去是躲在人的后面的，现在是怎么样？可以勇敢站在台上来为主做见证。你有认识这样的永光人吗？有没有？有没有？有的举手一下。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就可以问隔壁的说你是不是其中之一呀？来问看看，来问看看他是不是其中之一。阿们，阿们。隔壁有没有跟你回应？他有说是吗？他跟你笑就是是了啦。你觉得隔壁就是那从过去很腼腆的很羞涩的，现在变成怎么样？很勇敢在人的面前来说福音、来见证的。你隔壁的，你觉得你隔壁的那个人就是其中的一个？你举手一下好了，来，哈利路亚！你为别人隔壁做见证呢，后面的都没有吗？哈利路亚！有，感谢主哦，哈利路亚，太棒了哦！基督徒要有见证，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管在小组，在任何的聚会当中，我们都要说我们的见证，不是说18年前、20年前的那老故事，不是的，是说我上个礼拜，我昨天晚上，我有怎么样的奇妙的一个见证。你心里的感受，觉得这是神为你所做的，你就要说出来。阿们。说出来是什么意思？再做一次。阿们。求神再做一次。阿们。让听见的人也在领受。阿们。让你说出来，主啊，我为你做见证了，请你再做一次，在我的身上，以及在凡听见相信的人身上。阿们。哇，所以我们教会一定会有说不完的见证，这是极其让神喜悦的一件事情。最后我们来看，怎么样从至高的赞美会成为一个最美的一个侍奉呢？那很特别哦。我们看那时候有犹太人这些从四面八方回来要过节的有很多他们
已经离乡背井的，或者是第二代的，所以他们回来，他们不会讲亚兰话了哈。当时候，以色列人讲亚兰话，他们只会讲希腊文啊，希腊话哈，所以语言有一些不通，还有家乡的语言的，所以呢，当时候圣灵降临在这些门徒身上，圣经告诉我们，神赐下话语的能力、口才，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但是给每一个人的不一定是一样的哦，不一定是一样的语言哦，是不同的语言，让不同的人这些听懂的他们语言的人能够知道说，哦，这些门徒这个人讲的就是我的乡话，这个人家就是你家乡的话语，你看有没有？这是很奇妙。而当他们听见这样的一个奇妙的事情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在讲说神的大作为。那什么叫做神的大作为呢？这个大作为在原文里面呢，其实是 megaleios。我们说一次来 ，megaleios 来。megaleios， 在圣经里面极少的哦，我查了，其实只有2处而已，但是2处都同样指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内容。megaleios， 哇，它是一个辉煌的、伟大的，是美好的，是很完美的，哇，就是神那奇妙、完美的、超乎想象的大作为。而在整个的运用当中，是在表达什么？就是在表达这些门徒，当他们祷告敬拜的时候，他们把 megaleios， 就是最高最至圣的赞美归给神。神就说：“这是你们最美的侍奉。”阿们。这是你们最美的侍奉，这是我最喜欢的。你们跟我同工的时候，最美的侍奉就是来到我的跟前，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因为我是配得的，因为你们所有的一切都出于我。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这个用词对他们来讲是一生第一次使用，而这一个使用呢，是为了什么？因为在他们祷告的当中，他们亲眼看见过去跟随他3年多的这位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而且荣耀的彰显，他的权柄在他的手中，他现在活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他们目瞪口呆的时候，只有把荣耀颂赞归给神。你说你看见神荣耀彰显的时候，你会说：“好，我现在要去传福音了，会吗？”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吧？因为圣经怎么记载？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像喝新酒一样，喝多了，醉了，有没有？旁边的人看见他们是不是醉了？然后彼得才起来讲道呢，对不对？所以当圣灵充满的那一时刻，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讲道吗？他们在传福音吗？都不是，他们只在惊叹当中献上最美的一个侍奉，就是把荣耀颂赞归给神，将他们所能够表达的，用诗歌、用颂词、用一切他们所能够表达的一切，来归荣耀给神。这是当时候那个情况。神说：“这是最美的侍奉，这是最美的侍奉。”我们教会有最美的侍奉吗？刚刚有没有经过？有没有做过？有，那是最美的侍奉，那是神最喜悦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受造的目的，就是要跟荣耀的主同住、同在在一起。而当我们进入永生的时候，我们也一样要跟这一位基督荣耀的同在能够在一起。那你想，我们现在可以做的是什么？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学习来做天上的预言，让每一场的我们的敬拜，不管是教会的主日礼拜，我们的聚集的小组，我们的幸福小组，我们几个弟兄姐妹在一起的一个聚集，家里的聚集，个人的一个敬拜的时刻，我们都知道那是最美的侍奉。我们为了预备
将来能够继续这样的一个侍奉在天上。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好好的来学习，阿们。因为这是神最喜欢我们的。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有进到祷告殿、进入祷告殿的时候，你就相信，你已经将最美的敬拜化为最美的侍奉了，阿们。这是你我所需要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说这句话来：进入祷告殿就是最美的侍奉，阿们。是的，进入祷告殿就是最美的侍奉。有一本书记载，有一个人说，他在梦中的时候，被天使带到一间刚好在主日礼拜的一个教会。那他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刚好敬拜团跟弟兄姐妹一起在那里唱诗歌，但是他怎么只看到他们在唱诗歌，但是听不到声音？敬拜赞美结束以后，诗班起来献诗了，诗班也好像献诗，怎么也听不到声音？诗班献诗完以后呢，牧师起来带大家祷告，怎么也听不到声音？他就觉得怪怪的，怎么都听不到声音呢？哇，他就问天使说：“天使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都没有办法让我听到声音呢？”天使跟他说：“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这间教会向来就是这样子，他们有敬拜的一个样式，但是他们没有真诚的心，所以他们只有这些的动作，在天庭上是听不到声音的，是听不到他们的声音的。求主怜悯我们，我就跟主说：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每次唱诗歌的时候，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不只是一个形式的，而是我们的声音可以直达天庭的，是可以让你听见的。这是需要的，这是需要的。我就想象，如果我们看电视的时候你把声音关掉，或者是在看影集的时候，你把整个声音关掉，你会觉得怎么样？如果你看影集武打片好了，你把声音关掉，你会觉得刺激吗？一点刺激也没有，对不对？把声音关掉，我们还有字幕哦，但是你就觉得看不起劲，对不对？一定要把声音打开，并且最好的是5.1的、7.1的，那个音响咚咚咚咚咚咚的跑来跑去，有没有？还有环绕的那个感觉会哇，很怎么样？很现场感，对不对？是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提醒我们成为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让我们真的在敬拜当中，把我们心灵跟诚实都能够摆在神的面前，让神喜悦，因为这是最美的侍奉。如果最美的侍奉不能达到目的的话，那我们很可惜啊，真的很可惜。我们所花费的时间、体力、精神，真的是太可惜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次敬拜的时候都有这个意象。什么的意象呢？就像以赛亚，虽然王已经刚刚过世，但是神给他看见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荣耀的彰显。看到众天使天军在那里，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哇！以赛亚看到这个形象的时候，他马上跪下来说：糟了，我是怎么样嘴唇污秽的人，并且是住在那嘴唇污秽的百姓当中，我死定了。然而神怜悯，叫天使夹了怎么样一个炭火在他的嘴唇上，做洁净的工作。所以当神呼召他的时候，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主说：我可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在那里匍匐在地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他在神荣耀彰显敬拜的时候，神向他显现。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在你家里的祷告，还是你谢饭祷告，都很习惯，对不对？谢饭祷告很习惯，对不对？在你谢饭祷告的时候，你都可以像以赛亚这样，一个神给你的一个清楚的意象。众天军天使在那里，圣在，圣在，圣在，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在你祷告的当中向你彰显，让你明白，你祷告的对象就是这一位，然后你就知道说：主啊，谢谢你，我愿意在这里，我就在这里，求你差遣我，因为你已经把最美的就是敬拜祷告化为最美的侍奉给他了，而他所交付给你的，他必与你同行，并且会差遣圣灵在你的前头来带领你。阿们。这就是我们的信仰。阿们。真的是太棒了。所以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今天我们要长子的选举，我们需要有神的同在。我们也相信神已经同在在这里，而这个礼拜更重要，就是我们的幸福小组已经进入了第4周了，对不对？第4周就是邀请 Best 进来的第1周，是一个开放的幸福小组，所以我们教会牧师要呼吁，甚至要求我们弟兄姐妹，这个礼拜开始连续7个礼拜。你每次祷告的时候，每次看周报，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就记得我们的教会现在是在征战得胜的时刻。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举起我们的祷告的手，为我们25组的幸福小组来祷告，让我们每一组都有丰盛的收获，让抢救灵魂成为我们永光教会最重要的工作。阿们。神喜悦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神希望的就是透过你成为福音的出口，成为神祝福的管道，那就是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来。愿神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我相信祷告成就最美的侍奉，就在你我的当中可以印证出来。阿们。你跟隔壁说，祷告成就最美的侍奉。来，阿们。来，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我们先来读台语的哈。来，所以我甲恁讲，既然你所祈祷来求的，就信是已经得到，就要甲恁成。马可福音11章24节，搁一摆来。所以我甲恁讲，既然你所祈祷来求的，就信是已经得到，就要甲恁成。马可福音11章24节，咱过来，我们再读华语的来读一次来。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11章24节，阿们。所以耶稣应许我们，你祷告，你信已经得着，就必得着。所以信的时候得着了没？得着了没？在肉眼来看是还没得着，但在属灵的眼光来看是怎么样？得着了。阿们。就是牧师所常说的，这是信心的仰望的原则。阿们。好，信心的仰望原则，让我们能够确信。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话语，好不好？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埋没。
在地里死了，无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就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世上生命必满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无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就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世上生命必满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眺看翅膀，比见神的荣耀。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眺看翅膀，比见神的荣耀。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眺看翅膀，只见神的荣耀。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眺看翅膀，比见神的荣耀。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世上生命必满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放下自以为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我们为今天长子的改选来祷告，我们祈求神让这些所有的候选人都有一粒麦子的精神跟卫生。我们开口为我们今天长子的选举，我们开口来祷告，求主掌权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我们说主啊主啊3声以后，我们大声来呼求他。预备来，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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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谢谢你，你的宝
天有极美的侍奉在你面前，让我们的歌声成为最美的侍奉，让你喜悦。因为我们要把至高的赞美都归给你，唯有你配的，唯有你配的。那马嘎雷有的赞美就归属于你，因为你的大作为就在我们当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把一切荣耀、颂赞、权柄、能力都归给那至高的真神。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弟兄姐妹，请坐。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领受圣灵，借着祷告更扩张我们的境界。阿们。那这个时刻，我们要预备好我们感恩的心，我们要来奉献。我们用一个敬虔跟感恩的心来献上我们之祭。我们一起来奉献。世人作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触摸从心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圣归于你。一起来唱赞美的诗，知道主一同起立。世人作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触摸从心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圣归于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圣归兄姐，请坐。我们这个时候要来关心教会的消息。好，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们从上个礼拜呢开始，为了我们的台湾的安全呢，我们有为期3周的禁食祷告。那我们的方式呢，有礼拜1、礼拜2、礼拜4晚上都在我们的祷告殿。现在呢，礼拜1、礼拜2、礼拜4都有分别由我们的小组来认养祷告会。所以呢，你可以选择在礼拜1、礼拜2、礼拜4的任何一个晚上或3个晚上，你时间可以，而且你非常的急迫要为我们的整个台湾，你非常的心里面心系着整个的台湾的局势，你有这样感动的，在礼拜1、礼拜2、礼拜4，只要你来到教会8点，都有小组在这里认养的祷告。那我们的祷告方式就是唱诗歌祷告，唱诗歌祷告，完全的祷告。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操练祷告，以及为家人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台湾祷告的一个机会。所以牧师鼓励弟兄姐妹把握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机会。那另外就是每一个小组呢，你自己定一个特别的祷告会。不管是一个实体的，或者是线上的祷告会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小组都有做线上视讯的一个祷告所以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化。好，另外就是你个人也可以定一日有一餐的祷告。好，所以呢，这是我们教会在这3周的一个禁食的祷告。那至于禁食呢，你自己按着你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当然禁食祷告是一个非常好的操练，在特别这样一个紧要的时刻，我们用禁食祷告来守望我们的台湾。好，接着。我们的幸福小组呢，在这4周的封闭，那在接下来马上有新人要进场了。那有一些小组呢，因着他们的进行的方式呢，他们比较快，因为已经有新人进来了，所以有些已经开始了。那我们呢，按着教会的这个时程在跑的，接下来这个礼拜就是新人要进来，所以呢，我们更多的祷告，求神的灵来掌管他们，让他们能够向神来敞开，然后他们能够接受邀请进到你的小组当中，所以靠着祷告是有力量的。11月1号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就是我们的主任牧师要带领我们的同工呢、首长呢，我们要来分享意向传递，是在2021年的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年，所以呢，我们的同工你在你的位分上面是跟教会的整个的意向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所以我们必须要先知道牧师他所要带领的意向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来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同工要不要出席？当然要出席哈。好，接着我们今天呢要召开圣诞节的筹备会，所以呢我们有被邀请的，请等一下呢礼拜之后在希望的教室来开会。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幸福布道的活动，这个是一个整个全台湾的，而且是我们长老会的。在过去以来，我们很少为了传福音，整个台湾串联起来。而这一次呢，我们为了要传福音，我们的长老会呢，教会跟教会之间呢，有一个整个全台的一个串联。而我们现在呢，第一次呢，我们把北部跟中部跟南部，因为地域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分北中南。北部呢，有北部新竹以北的教会长老教会，凡是对传福音有热切的渴慕的，我们都召集起来，在11月21号礼拜6要来大集结。所以我们的地点呢是用在大道城教会。那我们永光教会，我们可以报名的人呢是长职、铁三角，还有我们福长，就是幸福小组的，有参与过幸福小组的福长，或者是实习福长。以及我们领袖班毕业的学员，好，所以呢，我们的周报要再增加上去，领袖班毕业的学员，我们也要来参加，因为呢，我们都是储备的传福音的人才，所以呢，我们来注意这个时间，希望我们把这个时间播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是教会跟教会界所有新竹以北的教会要大连结。那这个活动呢，在北部呢由我们永光教会主办。所以那一天地点虽然是在大道城，然而所有的服事人员都是出动永光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报名。那牧师呢，我们就可以来安排服事人员。好，所以呢，我们来留意这个时间。再来，下个礼拜天呢，我们的礼拜恢复时间9点，然后我们第2场是10点45分。另外呢，在第2场的时间呢，有台湾神学院的1年级的新生老师呢，带他们来永光教会来观摩。
那在神学院呢，他们在1学期里面都会安排神学生有观摩。那他们安排长老会呢，就有2间，一间是我们永光教会，一间呢是双联教会。所以呢，他们来到这里呢，我们作为地主，我们也热切的来欢迎他们。那我们也更多的弟兄姐妹来的时候，大家可以彼此的交谊他们来呢，也要特别来观摩我们的亲子礼拜哈。好，另外是我们的长职，注意了。在10月31号9点到下午的1点呢，在大道城教会，我们有长职的进阶训练。长职要不要参加？长职要参加，因为呢有很多有关于中会或教会的事务性的组织的东西，你都要在这里接受训练。而且这个训练呢，有接受训练，跟你下一次的候选都是有关系的哈。好，再来我们的感恩节是在11月，那我们的教会呢有推出我们这个那个建堂的小猪的存款哈，所以呢我们呢也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然后我们可以到后台到我们的交易厅呢来带回一只小猪，然后呢在11月感恩节的时候呢，可以把它喂得饱饱的，然后带回来献给神，作为我们永光教会的一个建堂的基金，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参加，包括你的儿女也可以哈。好，我们感谢神让我们的倩茹他们夫妻呢得着了双胞胎，哈哈，好可爱的双胞胎哈，2个加起来5公斤多，哇！所以呢，倩茹到最后呢都没有办法走路，只好都要坐轮椅哈。对，所以感谢主，2个双胞胎生出来了就非常的健康哈，非常的健康。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我们也继续来为倩茹在生产之后的身体的健康，来为倩茹来提名来祷告哈。好，我们也来关心这2位，就是我们的夏牧师，也为他身体的需要来祷告，还有我们的林谢来友，她是秀莲小组的姐妹哈，我们也为他们的健康的需要来祷告。好，我们来介绍一个朋友，是正平的正平所带来的淑芝，淑芝你在哪里？我们非常欢迎淑芝，来，淑芝请站起来。好，你的口罩可以拿下来一下吗？然后呢，转一圈，给我们看一下。好，我们非常欢迎淑芝来到我们当中哈，她是在正平这个小组她跟我说，正平呢邀请她试试了试试，然后她还是觉得没有那个感动来，但是呢，正平一直在跟她邀请的时候，她心里面就柔软，哎呀，总是来一次看看吧。当她来一次的时候，她说教会真的不一样，而且他今天进到我们成人的礼拜。淑芝，你觉得成人的礼拜你感觉怎么样？非常棒吧？第一次感受哈，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淑芝。淑芝也会很快成为我们永光的家人，他会很快受洗，这是牧师对他的一个祝福。好，那来我们来一同起立，我们大家彼此来祝福。我们有史以来今天选举最快哦，感谢主哈。我们让乐团准备一下。好，我们喜乐的来拍掌。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天有盼望。好，我们来转向他人，表达耶稣的爱，包括你的爱。好，我们请
下个礼拜是几点礼拜？9点跟10点45分哈。好，我们仍然站立，请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按着圣灵的运行，叫我们的教会同心合一在你里面。我们看见这都是你美好旨意的安排，让我们在敬拜当中亲眼看见你的同在，也引导我们每一天每一个脚步都有你圣灵的恩膏充充足足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所说所行的都成为最美的见证，最棒的服事。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